小蝦餃和小燒賣。小蝦餃同小燒賣係最好嘅朋友，佢哋同其他點心一齊住喺點心村。雖然佢哋係最好嘅朋友，佢哋兩個好唔同。小燒賣出名善良同有禮貌，佢會講唔該同多謝，佢仲成日幫人，幫到嘅佢都會幫。就算其他小朋友做咗啲佢唔中意嘅嘢，小燒賣都從來唔嬲，唔發脾氣。另一方面，小蝦餃就比較嘢，有陣時仲唔守規矩。佢成日搞事惹麻煩，但佢哋依然係最好嘅朋友。有一日，佢哋一齊食雪糕嗰陣，小燒賣突然話：如果我可以似你多啲就好啦。似我多啲？小蝦餃好驚訝。你唔會任人擺佈嗎？小燒賣解釋。小蝦餃笑住咁話：但係我媽咪話我應該要對人友善啲，好似你咁噃。小蝦餃即時雙眼發光。我幫你為自己爭取，你就教我點樣做友善嘅人。小燒賣諗咗諗，一於咁話，佢同意咗。第二日，小腸粉開始取笑小燒賣。小燒賣扮冇嘢，但小蝦餃鼓勵佢講出自己真正嘅感受。夠啦，我唔中意咁啊！小燒賣話。小腸粉道歉：對唔住啊，我冇心激你㗎。我接受你嘅道歉。小燒賣答：可以表達真實感受，真係好啊！之後排隊食晏。叉燒包想插小燒賣隊喎，今次小燒賣唔再唔出聲啊，而係好有禮貌咁叫佢排返隊。叉燒包一臉唔好意思咁入返隊尾，小蝦餃對佢豎起手指公示意。返課室嘅途中，小籠包棘親跌倒，佢啲書飛到周圍都係啊！不如你去幫手？小燒賣細細聲問小蝦餃。小蝦餃有啲猶豫，實有其他人幫手先嘅。佢細細聲咁答。但冇人出手幫佢，小蝦餃靜靜地幫小籠包執返佢啲書。返到課室，小蝦餃聽到有人叫佢個名，小籠包遞咗啲嘢俾佢，係一朵佢接嘅紙花。頭先多謝你呀！佢有啲怕醜咁講，小蝦餃震驚到差啲唔記得咗講，唔使客氣。放學之後，小蝦餃同小燒賣一齊行返屋企。多謝你呀！小蝦餃話。從來冇人遇過我會幫手，
所以我都習慣咗等其他人先出手，幫人嘅感覺好好啊，個心暖暖地咁。我都要多謝你，小燒賣答，係你令我明白到做好人唔代表唔可以表達自己嘅感受同為自己爭取。佢哋睇日落嗰陣，小蝦餃望住小燒賣，你諗緊咩啊？小蝦餃問佢。小燒賣嬉皮笑臉咁話：我有計，可以整蠱一下小腸粉嘅。小蝦餃回笑話：講嚟聽下。